们不希望它变成一个非常官僚的一个气息的建筑物，希望它融入到这个环境里面，它也就像一个转角的咖啡厅一样，可以让市民可以来这里洽公是非常舒服的。整个的一个设计是朝绿建筑那个迎击的方向来进行我们屋顶除了太阳能板以外，我们也是3合1的隔热，因为我们南部的地震多，所以我们当时就没有采用面砖这样子的，会容易掉下来损坏伤害到居民的一个材料，反而是用耐候性的涂料，这具有隔热，也具有清洁制洁的效果。那另外整个的一个外观造型，包括整个转角这个区政大楼它是一个水与绿，它是一个波浪在进行的。到晚上的时候，有一个公共艺术的一个灯光秀，它跟花园夜市刚好可以呼应，有5种不同的一个表情会出现。各个公所的行政大楼就是我们地方建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也是我们所有的一般的市民他的一个洽公的一个重要据点，包括民政、户政这个新的行政大楼，还有包括托婴中心，这个完全是符合我们对未来的一个规划。那大家也知道，一旦发生地震、风灾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公所就兼具了一个指挥应变，还有避难安置，还有救灾救护的一个任务。所以区公所是我们地方上非常重要的一个灾防指挥中心，以及救灾的一个堡垒。以最实质的行动盖一个新的区公所，其实未来的路会更长也更远，打造出一个安全然后具现代化的一个基础设施，可以提供的服务功能会更完善。那未来的服务呢？比以前更加的一个便利，停车变得方便。那还有所谓的一站式服务，你要申请户籍誊本、地籍誊本都可以一次到位。在2楼更设有我们的亲子阅读区，来让洽公的家长们跟孩子也有一个可以阅读的一个好地方。停车场上盖好。第2就是讲咱有托婴中心，第3就是讲民众要办的空间有够大。以前就是第1点要停车嘛无方便，即嘛搬来这，无论倒一项啦会使讲动得非常的方便啦。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请接场。北区区政大楼总共要花3亿6千万，那其中中央补助9千万，地方要自筹2亿6千多万，所以说可以说，第一个花费不少，第二个大多数是地方的钱，第3个事实上对于北区新的处所这个地方有非常大的帮忙。因此呢，提供政府的服务品质跟效能，提供更多的活动的空间，满足户政、地政跟区政的一站式服务，可以让民众的洽公更方便，减少舟车劳顿。因此呢，我们非常欢迎各位好朋友能够来北区新的区政大楼走走逛逛看看，来接受奉茶，那也能够来这边洽公，一定能够让市民朋友们更开心，感受到政府满满的服务诚意。大家好，我是杨淑怀，欢迎收看5月13日礼拜3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以色列市长访问团来到台南市府拜会，由市长王伟棣热情接待，双方除了互相致敬礼物，也就城市治理经验以及智慧甲绿色城市为主题，分享推动成果甲未来发展。伫台湾外交部的邀请，以色列市长访问团。包括巴特雅姆市、里熊莱西安市以及埃梅克赫菲尔市等3个城市的市长，12号来台南拜会台南市长王伟棣，进行城市的交流。双方的焦点放伫城市的治理甲环境，并且以智慧甲绿色城市为主题进行分享。各位能够来到这么远的台湾，好，我们也表示非常的欢迎。那我想今天在城市治理方面有很多经验，也可以请各位局长跟各位市长能够
互相整个能够交换意见。那我想，我们知道以色列的这个所处的地理环境以及气候环境，事实上是非常的严峻哦。那但是以色列人所展现的高度的科技，以及能够因应这个环境，能发展出许许多多足以称这个在世界上非常先进的科技，以及实际上的这个农业发展，都让我们非常的印象深刻。而布洛特市长代表访问团致辞时嘛表示，除了感谢王市长甲伫市府团队热情的接待，对着台南的美食甲伫水果嘛拢感觉非常的美味。理会后，双方嘛互相来赠送纪念品，共享民主的价值甲伫友谊。台南新闻综合报道。农业局甲嘉义区农会13号伫农会超市共同举办乌麻推广活动，除了展示台湾首创有产销履历认证的乌麻油，同时也佫有麻油鸡汤、乌麻烧麦品尝体验，吸引侪民众热情参与。台南市嘉义区农会伫今年初正式取得农产品产销履历的验证，成为全国第一个将乌麻油的加工产品纳入产销履历验证的体系，推出台湾第一款具有产销履历认证的乌麻油。上午遇到农业局甲着农会共同伫个嘉义农会干脆超市来发表，为国内使用的油品建立安全的溯源新典范。我们从113年开始，我们就致力于产销履历这一块的来推广。农民呢，来辅导农民来种植，从那个土壤的检验啊、安全的种子的筛选、安全的用药，到收成之后去化验没有问题之后，我们再投入那个产销履历的工厂，就是有 HACCP、ISO 22000的生产，让它整个制程都是完全都是产履的过程，所以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也是创下全国第一支有产销履历的胡麻药在我们嘉义区农会所诞生，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盛事。这条的麻的产品超过90%拢进口咱要食到咱台湾家己的麻市讲的吗？不是，咱真正有经过认证的这支咱嘉义杀出来这支油这是经过迄个产销履历认证，真正是咱嘉义农会去交农民客做的。头总干事嘛报告过，伊这拢经过检查，食品安全拢无问题。伊这支柑仔包装设计嘛非常优秀，像精品的这以后是咧，互咱市场传出去国外，甲咱营销的农会总干事表示，农产的加工品要通过产销履历的验证，对主原料乌麻种植的品种、农药使用的管理到采收，甚至炸油加工每一道过程，拢要符合政府规定的严格标准，而且对产品到产地全程透明，会当来追溯。上午的发表会，包括农会理事长、常务干事，甲着理干事嘛拢到场出席。现场还阁准备麻油鸡汤，甲着乌麻的烧麦提供品尝，吸引未少的民众到场来参与。台南新闻林英根采访报道。台南老爷新旅13号发表全新的菜色，竞升食台湾文化馆的文化特点，让民众对展览到餐桌一概满足。以文学甲影像为核心，回顾对日本时代到当代文学被拍成电影历程。这场号名意料之外神展开展览，正是台南老爷行旅将台湾文学馆的特点刷到饭店的精华版本。希望展览会当跳脱传统的展览空间，进入饭店的场景，让国内外观光客都有机会看见台湾故事的生命力。总经理所提到的，它不仅是一个设计饭店，它也是一个文化的连接平台那当然，这一次的展览的这个合作是更进一步，这也是我们首度把我们的展览移到饭店里面来
除了饭店、艺术甲文化馆跨界合作，回到5月冬季全新的菜式发表，包括用潮州经典卤水配方所出炉的鸭腿，用西式的做法来炖美国和牛扁仔骨等料理，拢强调用下澳洲、日本甲中式的做法，兼顾风味甲口感的全新体验。把中式的手法放进去做我的单点的主菜，那我也把日式手法的料理也把它放进我的单点主菜里面。那然后我也用一个创意，把台式的我们熟悉的3杯下去做一个素食的料理，这样子。跟文学馆这样子的一个意料之外神展开的一个新的这一个合作方式，那也是透过这一个日据时代的这一个文学，一直到当代的文学，那透过不一样的这一个影视的转译方式来做这个展览。那同时呢，我们也推出新的料理，让大家可以有荧幕上面的这个享受，也可以有这个味蕾上面的同步上面的这个享受。那再次我们用这样子的一个合作的方式，那同步的推出。伫看见文学到品尝创意料理，台南老爷行路要互民众一摆满足，邀请民众共同来感受。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一年一度结合宗教、文化甲体育的盛会，2026加油安平庙埕进天节，5月23到24，将伫咧安平开台天后宫顶场。今年活动全面升级，也搁头摆推出行塔活动，要互民众感受台南的庙埕文化魅力。震撼的鼓声、气势十足，洪天成果、西门实验小学太鼓队以及人西战鼓团轮番演出，替2026加油安平庙埕进天节揭开序幕。安平十景甲头宫庙代表主持咧会场，象征地方信仰文化的大团结，也正式宣布今年活动将伫咧5月23到24盛大展开。我们对于传统文化还有民俗的一个提倡跟维护大家很多学校都不遗余力，有非常强的文化团体，也有非常用心的学校，大家一代一代的这样相传。规档来拢有市政府甲咱安尼斗支持会当互阮甲咱的这个优质的那个宗教文化的活动我们把它延续下去，同时呢能够带动这些那个青年跟少年人往正向的这个方向去走。今年活动规模全面升级，推出5大亮点，其中包括台南市市长杯以及安平妈祖全国杯龙狮歌艺锦标赛，将组织全国龙狮甲歌艺歌手工场比赛。另外也规划妇幼欢度宣导甲亲子拍鼓体验。而迈入第4档的庙埕菜价嘉年华会，今年更扩大举办，同时头摆推出亲子行塔参观活动。比如说，我们认识安平莲后宫，我们的妈祖它的这边的那个建筑的架构啦、构造，我们结合了这些在地落地，让大家可以看表演、看比赛，还可以认识在地的庙宇文化。除了庙埕活动之外，民众也会当踅安平老街、古迹以及特色美食，在鼓声甲信仰的热烈氛围当中，感受台南安平的文化魅力。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乐力哉，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6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中华道教先天上帝弘道协会
对武当天迎请先天上帝金星回来台湾控彩，其中罗子金星每一档拢会轮流到各分灵庙宇做客。永康凌霄宝殿武良宫就是今年的罗子庙宇，到了承办这届的中华道教先天上帝弘道协会会员大会之外，9月份也阁将号召全台各地奉财先天上帝的庙宇，出叫100顶，伫永康大湾进行大绕境。大台南凌霄宝殿武良宫大殿正中，奉祀着一尊穿着甲其他神明无共的金星。这尊是中华道教先天上帝弘道协会为武当山迎请回来先天上帝分灵金星，每年拢会到各分灵的庙宇做客。而罗子金星去到的庙宇，这间庙宇就要负起筹办会员大会任务。中华道教北极先天上帝年度大庆典，而且第一次由本庙做主办单位。我是第一次这个配合南区的大绕境，所以相当的重视。所以在5月16号会召开理监事跟各宫祠庙的联合会议安尼。武良宫迎来武当山先天上帝罗子金星做客，规划伫5月10日举办中华道教先天上帝弘道协会年度会员大会，全台各地会员庙宇拢会出席，场面会相当的热烈。今年这个咱做主办单位有3个重大的日，就是9月27号，就是这个中华道教百间公庙。当然这个大桥有几百顶的顶头，就是要绕境咱整个的大湾到永康，所以这5月16日拢爱开会，这个报告，所有的与会这宫祠庙200几间知影。4月10号迄天。玄武之夜，有请这个彭恰恰、徐孝顺、苗可丽，伫咱庙顶公演。4月11日，迄个是这个玄武上帝回升得道联合大庆典，所以8点所有台湾这宫祠庙，拢会请到新尊入庙来。然后这个到下午4点，就是联合大庆典。去年台南400武良宫结合了侪只庙宇，举办8地摇篮营射箭活动，造成轰动。今年趁着先天上帝罗子金星来到武良宫，庙方也规划伫咧9月举办先天上帝培生得到全国联合庆典。活动会号召世界各地先天上帝庙宇参与射箭，庙方有估示到出桥数量会达到100顶以上，相当热烈。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华山基金会台南 A 区13号带各区200多位长辈前往顽皮世界野生动物园佚佗，长辈难得出门，心情拢相当欢喜。社会上有真侪弱势长辈生活艰苦，出门佚佗，竟毋知是偌久进行的代志。华山基金会台南 A 区13号邀请区内200多位长辈，伫顽皮世界赞助之下，快快乐乐来到园区来佚佗，近距离饲动物、看表演，欢欢喜喜享受自由时光。今天来到顽皮世界呢，其实长辈看到这些小动物其实就像小孩子一样。看到孔雀开屏看到小羊骆驼其实他们都很开心。他们也说，顽皮世界在台南算是一个很有名的动物园那但是他们都是在很年轻的时候有来过但是已经很久没有进来了那所以他们也是很新奇。那所以我们希望借由今天这个活动呢，把这个老人的议题呢推广出去，因为台湾的社会老太快了。
那我们在端午节前夕呢，我们有送给长辈的关怀礼一份600块，那现在还尚缺大概800多份。那希望我们社会大众，我们一起来响应一份600块的关怀礼，就可以给一个独居长辈一个端午的祝福。除了顽皮世界爱心赞助，台南服装工会甲后壁南园也公益赞助部分的餐费。台南市玉宝店防风会经现场加码捐赠善款，挹注长辈照顾经费。客家区长张明宝、议员陈坤和、谢淑凡也出席支持，感谢基金会长期照顾独居长辈的用心。客家站已经14天来关怀照顾足济，人无爱去做，咱的基金会、咱的志工、咱的义工，咱就是来做咱的无悔的付出，所以这点健康感动啦我嘛希望咱大家长咱的区长咱各镇镇长带领之下，结合我们的义工好伙伴，持续关怀照顾老人这一块，我相信所有咱小人的平安、温馨和幸福。华山基金会照顾弱势长辈，在全国各区服务将近3万名长辈，秉持着在地老化、社区互助等理念，提供各种免费照顾服务。基金会也希望有个侪的生命中加入爱老人行列，让服务网络更加周全，会当照顾到个侪在地孤老。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国立传统艺术中心甲台南市文化局共同主办的115年度南管艺术交流汇演，5月16到17将伫咧台南孔庙场场。今年组织全台19个南管团体，透过跨世代交流，展现南管文化甲传承力量。小小团员专心大唱，长期接受南社社指导的戏曲歌手戏社社再来演出，展现南管艺术向下定根的成果。115年度南管艺术交流汇演，5月16到17将伫咧台南孔庙场场。南管是我们的传统的音乐你呢进入南管的世界就会觉得很舒服，这个心境就会很安定下来。所以南管呢会带给人们一个很稳定的心情，那也是我们很重要的传统音乐。所以呢台湾音乐馆传艺中心的台湾音乐馆呢，它呢每2年就会办一次南管的大汇演，也希望透过呢把北中南东所有的那个南管的一些社团或者是管社都能够邀集起来，然后展现不同的南管的美。这届汇演邀集全台19个南管团体，演出年龄怀看10岁到80多岁，对人间国宝到国小学生，透过跨世代共演，呈现南管文化的传承，康德完风貌。南管音乐呢，它承载的是早期闽南移民到了台湾，那所流传下来那时候的声音声响。那今天呢，能够在台南持续的发扬光大，我觉得这件事情事实上是一个非常珍贵也很难得的事情。南管是重要的无形文化资产，除了大汇演，还有戏曲示范、推广讲座、甲礼行戏，透过有乐的手念甲身段，展现戏曲甲南管的高粱之美。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台南社区大厦大江分校所开设的粉彩生活画图班，一直拢真热门，真侪学员拢是退休以后找到学习的热情甲兴趣。其中已经70岁的陈碧英4天前报名来学，对完全无基础到达已经2摆入选南美展，相当难能可贵。台南社大台江分校所开设的粉彩生活绘画班，不管是基础或是进阶，主打轻松创作，让学员用粉彩记录生活，一直都是热门课程。学员多数是退休以后来这儿找到学习的热情和兴趣。其中已经70岁的陈碧英，因为喜爱画图，10年前女儿替她报名上课，想不到从完全没有基础到可以描绘出人物细微的眼神和肢体动作，在今年就以专注为题，画出自己孙子比赛踢足球的逼真，入选70世界南美展。
而且还是2度获选，相当难能可贵。他表示，那种沉浸画中身临其境的感受很难以言语形容。这个主题把它完成，也是有一些就是好几次都没有画成功，就再一直再继续就再重画，所以说就是因为喜欢那个，所以要把它完成。在画作中也是觉得说，像有参与到进入那个赛程赛事里面，所以我就觉得说画图也是给我一个很大的收获，就是说可以边画图也边感受很多。面对班上学员从素人到登上南美展的舞台，老师也与有荣焉。除了鼓励学员参赛自我挑战，也带动粉彩班的团队进步。同学大概都想要圆小时候的梦，大概都很有那个热忱，所以他们来画都是非常的努力。我画一张，他们画了好几张。那这一次那个有同学得奖，上次他也得奖。那我是希望说越来越多人得奖，然后有一些鼓励的作用，那大家蒸蒸日上越来越好。虽然受限体力，不过陈斌表示每天还是会手绘4个小时，尽情提笔挥洒，持续创作下去。记者郭文吉台南报道。感谢你收看5月13號的中嘉台南地方新聞，我是楊淑懷，咱再會。钢桃只来1天也可以保职灾保险吗？可以。我们不是公司，这样也可以加保哦。可以。加保职灾保险会不会很难啊？一点都不难，可以通过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申报，或透过电脑、手机上劳保局官网申报。代为申报特别加保的职业工会也能办理。缴费完成，保障生效。实际从事劳动人员也适用于特别加保哦。特别加保真便利，临时上工好安心。以后你们想做什么工作啊？我想当建筑师，盖很厉害的房子。我要当少年股神，投资赚很多钱。少年股神？真的啦！这个群组里面大家都说老师报的名牌很准，稳赚不赔。这么夸张？一定是诈骗！政府及柜买中心一直在宣导，不要加入陌生群组，不要随便相信名牌，稳赚不赔都是骗人的。汽机车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注意周围人车，并礼让行人优先通过，避免转弯死角。记得到路中心点再转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请依照交通号志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专心快步通过，并随时注意车辆的动态，在安全处所等待，确认绿灯秒数足够再过马路哦。车辆慢暂停，行人安全行。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我不要得肠病毒，完全没有消毒，可能会传染肠病毒哦。我不要得肠病毒，爸爸回家要先洗手换衣服才能抱我啦，不然可能会传染肠病毒给我。如果不小心得到肠病毒，老师说最好要在家好好休息。勤洗手，站卫生，肠病毒远离我。在职业生涯马拉松的比赛，
照顾囡仔是大人，甲继续做工课的双重压力，就亲像拄到真唔好的天气。不要紧，补给站就伫头前。对外口减负担，对内底补资源。社福职场系统优化，顾老摇囡仔同齐来做，随时予你有够力的支援。互女性甲中高龄者有实力再出发。阿妈你好，阮是来甲你送消防平安的，这是阮厝内24点钟的保镖。伫第一的时间，伊会当甲咱，若像甲咱叫醒共款，互咱知影讲哦，隔壁有状况发生。助警器有分侦烟室与定温室，分别装置于居家的不同环境。助警器是居家防火的预警防线，安装完成。